这几天伫台北市南港高港的头前，有一个3岁囡仔骑用卡拖的扭扭车过车路，结果互一台轿车撞到，是真危险。加载人是无安怎？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驾驶伫路口无先停落来让人先过，上最是当罚6000块。也毋过，这个囡仔其实嘛袂使骑这款车上路，所以家长卖互处罚。这个查甫囡仔骑这种扭扭车，想要过车路。突然间有一个轿车撞过来，这个查某囡仔被弄到倒伫咧涂骹，命是家己骑起来，惊甲赶紧走去人行道，家长是缀伫咧后壁。吓一跳啊！怎么是隔壁的孙子啊？我会吓到啊！对啊，我特别注意一下了。这个查某囡仔只敢若3岁，离夜6点多，伫南港高港头前出车祸，因为伊架车骑去咧斑马线，想要过无正顶的路口。开车的驾驶敢若是悬机差，无去注意到，该弄到。汽车驾驶涉及驾车行经行人穿越道，有行人穿越不暂停礼让行人先行通过者，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除了驾驶无先让人过，相关罚6000。这个查某囡仔骑的这台蓝色的扭扭车，警方表示，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是禁止骑在路的，若无相关会当罚500。民安团体也提醒讲，做家长的爱较注意。本来就要去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不属于这个范围，单的车道上，本来它不是交通工具，去激励家长不应该让孩子使用。那如果要，就请他到人行系统里边来启程。囡仔因为较细汉，要过车路，危险性真悬。尽管基金会表示，家长带囡仔过车路，唔爱陪伫咧边啊，也要知影像这种囡仔车，唔是交通工具，是袂用骑在路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